嚟到灣仔一日遊啊！呢一區有好多小店、美食同埋 shopping 咧，都有好多選擇㗎。咁我哋而家就出發去玩啦！第一站嚟到富德樓，呢一度一共有14層，集合咗書店、畫廊、工作室等等，每一期都有特別主題嘅展覽。今次展出世界各地印刷工作室嘅日曆作品，亦都可以買到好多款設計師嘅作品。不過大家記得要睇清楚每一層嘅開放日期同時間。下一站就嚟到灣仔區嘅街坊愛店，24小時營業，夜晚都有唔少人嚟食宵夜㗎。招牌菜有牛三寶河粉，有齊牛腩、牛肚同牛筋。炆得夠腍又入味，賓沙腩層次分明，配搭埋自家秘製辣椒油更加惹味。小炒夠晒鑊氣，都好受街坊歡迎㗎。份量又多又足料，最後飲埋杯熱奶茶，係茶餐廳嘅完美配搭。地鐵站一出直行就到，位置非常方便。下一站嚟到日本昭和復古雜貨店，呢一度好似迷你版嘅日本懷舊博物館咁啊，有好多款昭和年代嘅玩具，有冇勾起大家嘅童年回憶呢？老闆熱愛收集日本嘅復古產品，時鐘、收銀機、酒袋，連火車嘅信號燈都有啊！中意日本文化嘅話，一定要嚟尋寶啦！最後一站嚟到喺網上爆紅嘅小木屋，原來係本地人氣品牌鬆餅店，招牌鬆餅一共有8款口味，一搣開濃郁嘅牛油香就撲鼻而嚟啦！呢一款朱古力迷一定要食啊！下一次大家想我哋探索邊一區呢？留言話俾我哋知啦！